係咁啊！今日咧，我哋澳門經科民新促進會咧，同埋係澳門青年力量協會咧，就交咗2封嘅建議信咧，就俾澳門行政長官。咁啊，第一個建議信咧，就係關於修改呢個澳門社會房屋法例制度嘅第8條。咁啊，呢個咧係好多嘅澳門嘅訴求者咧，係想上樓咧。就喺呢個嘅社會房屋第8條咧，就係攔住咗上唔到樓，咁所以希望咧，呢個澳門行政長官咧可以係去參考翻我哋一啲嘅申請嘅建議。咁另外第2封咧就係關於澳門現在遇到一啲嘅就業問題，咁啊呢度我哋都做咗一個研究。咁啊，有3點嘅一啲致命嘅制度漏洞，咁希望咧行政長官咧可以係睇咗我哋嘅建議信之後咧，可以係修改，咁啊作出一個正面嘅回應。咁啊希望咧我哋嘅澳門未來嘅經濟發展啊，同埋呢個社會發展咧，可以係一個正面嘅健康發展。唔該晒，澳門人加油！